新加坡唐人街牛車水嘅名好可能來源於粵語，因為100幾年前大量廣東華工嚟呢度做工啊，就生活喺呢個地方嗱。因為佢哋喺呢度咧係冇自來水嘅，所以日日都要從郊區啊用牛將啲自來水車過嚟呢度洗地同埋俾大家飲嗱。咁啊牛運水過嚟咧喺粵語嘅語法就叫做牛車水，譬如話我車你返屋企係一樣嘅。咁日日都有牛車水過嚟，咁啊講下呢個地名就變咗牛車水啦。點解新加坡街頭周街都係簡體字而唔係用繁體字呢？嗱，因為新加坡咧有華人、印度人、馬拉人同埋其他族群啊，大家各個族群之間溝通咧係講英文嘅，但係華人係最多嘅，有7成半咁多。咁華人之間咧又有講客家話、閩南話、潮汕話、講粵語嘅又好多，所以李光耀喺1979年啊提出咗一個講華語運動，就希望華人之間咧統一講華語，就相當於普通話嗱。咁啊加埋中國嘅實力越嚟越強，咁啊佢哋決定咧就引進中文簡體漢字作為官方書寫文字啦。新加坡嘅騎樓佢個名叫做五腳基啊，咁係因為咧從門口到馬路邊呢個位置啊，啱好係5英尺，呢度有成200年歷史啦啲騎樓。廣州嘅騎樓啊都係由新加坡傳翻去㗎。你有冇嚟過牛車水呢度啊？